跳摆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3年，他用这一生以内世界1000个传说中的故事，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。嘅故事原來在佢嘅心中，突然之間，嘅遠方嘅故事又響起，天天出現嘅山路，傳到亞庇。嘅遠方嘅故事。響起，同愛共愛係客家人遠方嘅故事，嘅遠方嘅故事又響起，天天出現嘅山路，傳到亞庇。遠方嘅故事要響起，同愛共愛從愛未來，遠方嘅故事。遠方愛不愛上开始麻烦你了，多谢多谢，好，没问题，好。乜嘅事情阿唔可以啊？冇啦，有人见天咯啦。天天哦，前幾哦。唔咩啊，嗱前批人見你啊，唔記得上個禮拜，嗱咩送天咯，伊就攰，結果但係嗰邊咧說好，冇天咯呢，嗱孫生啊，真冇該迎合到，我做好事情嘛，我見天咯，冇想到啊，見了見呢，所以啊，喺呢個禮拜啊，行咗100年攰。桂芳啊，發生乜事情啊？冇事啊。桂芳，你嘅角度哪樣做唔好呀？嗱，啲啊，喺條公司啲啊狀況哦冇買好啦，所以嗱講無論公司嘅錢就見啦。你冇人講哪裡做唔好，唔來見我嘛？睇老多啊，你都係傾愛呢？唔來做嘛會啊事情片啊，做好事你懂我啊。你做嘛事情？很難冇啊。哦，搞做好。你昨晚不老天都做裝系統做好嘛？當然做好呀。家還有啲東西要修啊。家嘅咪冇卡子啊？講。老天唔再撞鬼來，話全冇賣啊！老天唔再撞鬼來哦，大家明明都看到啲蘋果仔。冇啦，該講的是你自責啦，嗱冇騙你啦，你要相信我啦。條先生，唔通講冇事情冇同我講。
阿扁，阿扁，阿扁，哦，阿扁，阿哥，阿扁，晏晝咧。哦，然後做波茶迄3年吼，款做過來。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来这边有什么事吗？是你。真高兴你还记得我。哎，你是恁朋友？没啦，你跟踪我。抱歉，我今天早上在街上看到你，所以你从美浓一路跟踪到这里。你好，我叫黄君倩。来，哎，啊唔会插旗哦。你冇熟司機。啊，我講你好啦，我吼你地位泡茶，太夾熟悉啊。哎呦，唔是啊，你成女啦，安部還有事啦。哎。哎，這邊啊，我這邊請唔講啊。好啊，你這邊請嘛。好。講喺做裡呢，德平。阿德平，哎，阿德平啊，唔可能，佢比細仔子仲停過來呢。你這什麼都在是小鳥呢？你都在拿嘛东西避看？你是冇病啊你啦？我是同講過啦，這爸爸嘅東西聽啊。哎，好啊，佮記得你發哦，你這本愛看去苗站。你這本愛看啊，都在忙苗站。無吼，來第一站門出去以後哦，做乜站又來了？嗯。阿德平，你看，小姐，不要再跟过来了啦，这边的路不好走了。沒關係啦，我可以的。
德平，你说记唔认说记哦？要是娜娜知道，肯定把我骂死了。走这么快，也不等我一下。德平啊，家己若洗下子的无停过来呢，我做因看呢无哈？唔是啦，遐愈安排项哦，啊看伊做就贵的。咁无好，你得天天拖啦。那做因看检查安全无哈？哦。有鸟吗？完蛋了，我该不会被遗忘在这里吧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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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，来，手给我，给我一只手，来，踩好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脚是不是扭到了？我站不起来了。也还没。吼，你跌倒安尼还拿得出来哦？好家彩哦，勇爱摕那摕起后背啦，卖可能伊咧人跌啦摕呀，倒呀你忘记我嚟救你。唔會啦，不管係到哪，我相信一定是未到眼，我從一開始就點。我背你。坐一下，去哪里？来喝茶。我不晓得你跟德平是什么关系，不过我觉得你勇气可嘉呢。要追到他不容易哦。啊，德平啊，你请多忙啦。哎呦，请到的啦。你个地波的天赋应该好我呢，按摩生要请。哎，按摩落时间，按摩落啊。那做嘛大众给钱哦，啊，这看你都做会啊。来，这药膏我帮你擦上，待会比较舒服。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好。你脚这样还可以开车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好。我刚刚听见你喊一个女人的名字，桂芬，她就是伞上的女人吗？阿妹，你等下经济走，我还有地方可以啊。要撇做人哦，迄眼嚟嘅补充。你想要做好嘅自查嘅吼，一定要用最好嘅做嘅。古说眼要不用做自查，一定係最好嘅。
慧芬，安尼两个哦，叫我好好的打拼。对了，为什么一定要用梦中竹做伞骨啊？梦中竹是竹王哎，它的擀面平滑，结滴肉圆，还有它的表皮坚韧，又容易破开，还有它里面的竹理也很漂亮。以前的人还拿来盖房子哎。而且啊，郭德平做的伞都一定他自己亲自挑的竹子。这个人做事情就是这样子。郭德平是他的名字吗？哎，你很大胆哎，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啊，你还一路跟上来，啊，万一他是坏人的话，你要怎么办？对啊，幸好他不是。对了，你觉得他是个怎样的人？这一支的你认识他很久了吗？为什么这么确定？何止久，我爸爸卖竹子给他爸爸，啊，我呢又卖竹子给他。那如果他跟桂芬结婚的话，我儿子就卖竹子给他儿子啊。桂芬现在人呢？听说他前一阵子去美国啊，而且阿妹，做个人拢先好诶，没有专门来炒茶，麻贵。我可以送你啊。你这样会为我带来困扰。啊？什么？你这样会为我带来困扰。我今天真的不是故意要为你添麻烦。我说的是你的网站，我的伞。郭德平，为什么那时候在文物馆你要骗我？我只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不是每个人都会把纸伞放在爱心伞箱上，你一定有你的理由。你做的事情真的很难不让人放在心上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追来这里的原因。你又不是记者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？那我一样可以拒绝采访啊。到了。你怎么知道这里？这里是我今天晚上睡觉的地方啊。黄小姐，你回来了。妈，德平啊，你没嗓音哎。黄小姐，你们怎么一起回来啊？玉娇姨，其实我这次来是想访问郭先生的，可是他的意愿好像不高。嘿安尼哦。妈，无通会乱讲啦。我50分以后，我在那贵啊。德平啊，黄小姐，那你先休息哈，我先去跟他讲一下啦哈。德平，等下嗨啊，德平啊。我无说有乱讲，迄嘛个意思啊？妈，你真的重新记记咋？啊，金妹哦！妈，唔好人讲，妈就天天的讲嘛个好冇？哎呦，我上来咱想要搞清楚，所以发生嘛个事情啊？爱人巧的，人对上面几来呢？安尼休息咧。哎呦，唔同妈讲清楚，该算我啦。德平，给你，德平讲样诶。哎呦，有个王小姐讲来采访德平啊，你叫我讲去骗人呢？哎呀，后要搞唔清楚的啦。啊，甲去王小姐咧？伊啊，做迄种眼内的民宿啊。
黄小姐，早餐来了哈。谢谢。哎，昨天晚上哈，真不好意思呢。我儿子啊，他平常不会这样啦。没关系啦，艺术家的个性都是这样的，我已经习惯了啦。啊。你说要帮我们家德平做专访啊？请问哦，你是哪一家报社的哈？我不是那种报社记者啦，我是在写艺术评论的。我第一次在文物馆看到郭先生，就很想帮他写一篇东西，只是一直没有人问到他资料。哎，闺房啊，闺房啊，哎，闺房，来。闺房啊，你好，水房设计啦。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你之前有来过美浓吗？啊！你就是便利商店那个？你有少数事啊？之前啊，地给方有见过一拜，行星没有看过哦。其实你常来美浓哈。实在是因为大家都很想知道做爱心纸伞的师傅到底是谁，所以我才会这么积极的想找到他。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来了美浓这么多次，没想到这次竟然住在你们家的民宿里。伊吼，找那个自在呀，一起用眼说个人啦，难怪哦，得平我比做裁缝嘞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黄小姐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想哦，我儿子应该不会接受你的要求。啊，其实哦，有别的师傅技术也很好，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啊？你没有意思，你遵守哈。哎，于佳怡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直说啊？为什么？哎，黄小姐啊，你今天有没有要去哪里玩？我要不要帮你介绍导览员啊？德平哥，过德平，过。那你要做乜啊？今日唔是前嘅？有风的呢，听讲有人要来采访你咯。我希望我来整理资料，看哦，今个月前嘅天数啦，冇人哋一了咧。采访德平哥这么简单哦。你喜欢他对不对？我是喜欢他，但是我想那种喜欢，并没有到那种程度。喜欢就喜欢，话那么多干嘛？不过不要怪我没事先跟你讲，德平哥是不可能离开美浓的。你是郭德平吗？如果你不是，就请你少说2句话。再说，我跟郭德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深。如果你要吃醋的话，我看你是找错对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另外，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，像你这样像刺猬的一样对待别人，不要说别人，就算是郭德平，也不可能会接受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可以好好想一想。你以为你这样做，德平哥就会注意你吗？你别做梦！喂，娜娜，我知道那个做纸伞的师傅是谁了，就是那个很帅的。星星啊，你先回来再说哈。你去帮我跟艺术杂志的总编辑打声招呼，我需要摆。好了好了，回来再说哈。顺伟，君见他人在回来路上的。娜娜，有些事情我不需要明说，我相信你也知道怎么做。
顺维，有时候你说话的语气真的是该改一改，要不然就算没有那一把伞，君倩也会因为其他的原因离开你的。回来了。妈妈没跟你说我出差了吗？出差也要加单吧？我是你的老板呢，加单呢？因为是突发状况，我赶着去看个艺术家做。哪个艺术家？你去找那个纸伞师傅，对不对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难道你忘记了今天晚上娜娜办 party 啊？我没有答应娜娜要去啊。可是我以为你会去啊，所以我去找你。怎么样？没人好玩吗？那师傅人怎么样？也没怎么样，就是个老师傅。这是传统工业吗？是这样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好了。君倩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们的关系一直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我们一定要现在谈论这个问题吗？我开了一天的车，好累。君倩，好，我们不谈这个问题。但是今天晚上，让我在这里陪你好吗？明天是星期一，我还要整理明天的工作。我没有其他的意思。如果你想休息的话，那好吧。我找时间再跟你说。谢谢。君倩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次当你不告而别的时候，都会让我很害怕。没事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天哪，我今天过得简直像洗三温暖一样。娜娜，我顺伟啊，我问你，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做伞师傅是谁？走唔走啦？哎呦，跟人都走咧，见路还走嘛该啦？走唔走啦？哎，威王，你要啲你破坏人家咁用真哦，你懂我拖地嘅事情呢？哪个人家几点苹果用针呢？威王啊，你多大都要笑嘛该啦？反正哦，赖主任唔介意看到几下生活的表情啦。哈强啦，去破坏用针啊！哎呦，迄样用的法哦，唔打电话问地平啊，迄地平讲好的法，还是同天数。唔要紧，我记不是耶，哈强啦！看到几分钱的服装啊？哎，你阿现做多大买到几份，你阿几多用一家？反正你主任偏冲哦。唔免紧啦，你要点呢？破一张面红针啊，反正用你的时间呢。不过啊，那你也想要滴啊，反正时间啊，你买几单啦？我爱讲理由，你讲的同的吧，还是同天数。嘿，几分钱吼？其里面个看到用针的法哦，我拄唔掉啊，就转来同天平讲，迄做这个法吼。你一定可以听完天数的吼。
爽的啦，做就做啦。不过哦，迄种是报警察的法，唔必做一寡，我都唔管哦。做就做，发运动，叫了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好，暗暝慢呢。无得嘛，妈睡我的啦。有件事伊打电话讲来啦，唔嫌记哦，伊破坏严名站做嘛啦？反正唔免唔上伫去查现做呀，唔免哦。就算你安尼哦，唔免无事要破坏严名站吗？那叫当做嘛？那再去叫什么呀？哎，就囡仔生活的习惯迄种无，唔破坏严名站就应该唔错啦。你都係唔知嘅嘛？你做乜成個班呀？邊度做名爭？啲一邊同人家。反正哦，星期每天在海課，妹請你去咋？唔好感覺我哋做太無聊。唔聽講講人無聊，咁同我講埋啊。那迄個同講嘅啥？要是結婚4年再個發生，那就同阿姨講。講就講，賣講賣啦。唔都係想人樣咯，唔係嚟做唔咩你同人聽數，頂多同人等人麻煩點喎。我要叫什麼誒？無妨伊來請，做人正嘢推到人成好來啊。叫我來輸定。過分只有這個世界，叫我愛，不管發生乜事情，都要輸定。買張係做我應該做嘅事情。係相信。伊也免幾分嘅本意。喂，娜娜，你在哪里啦？我一直在找你耶。我啊，我在你心里。吓我一跳。怎么样？你帮我找到版面了没有？当然喽，我是名媛呢。再说要不到的话，叫我老公打断一下。他不是你老公。哎，你现在是瞧不起第三者啊？娜娜，你是最善良的第三者，好不好？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情理你耶。我帮你要到版面，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报答我。你明知道我现在在心里在想什么。我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不过啊。要先理个头绪。我当然知道啊，不过啊，你不要怪我没有先告诉你，说来他并不相信你说的话。他甚至认为你已经爱上那个师傅了，才会一天到晚搞失踪。其实啊，你是跑去跟他约会。他的想象力未免也太丰富了吧？我的想法就是，你呀，离那一天也不远了。你答应过我的，等你找到那个人，满足好奇心，你就会乖乖的回到顺你身边的。可是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啊，君倩，你不要再任性了好不好？我没有任性，我完全是为了我的工作。你以为别人会相信吗？我会先丢一篇专访出去，到时候啊，你就会相信我了。喂。哦。叫師妹打來啦。哦。喂。是我。我知道。是这样的，艺术杂志的总编请我帮你写一篇有关美浓纸伞的故事，我想加一些人文的东西进去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去请教你一下？你可以去找别人。可是文物馆那边跟我通过电话，他们指定要你受访，而且啊，镇公所那里也会配合我们这次的专题报道，所以我再回电话给你。你有呀？
身份手机说那借出来的，唉，真是挺麻烦哦。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不相信。我想他现在啊，一定忙着去问人。不过啊，他一定没想到我全部都安排好了。值得吗？值得。你知道我现在架的网页有多少人次吗？大家都想知道他的故事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是明日之星耶。只是你做那么多，难道不怕别人不领情吗？不会的，会画出那样伞的男人，不会的。只是顺伟那里，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忙。问题是，我现在不知道我是在帮你，还是在害你。简餐就可以了，谢谢。一样。抱歉，我迟到了。反正哦，你也不是第一次。你今天很忙哦，我早上打电话给你，一直在线。我跟你说了，今天是星期一嘛。对了，你不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吗？爸爸说哦，要调我到台北当总经理。那恭喜你啊！你不是一直希望不要住在家里，让他管吗？既然哦你不反对，太好了。我已经交代秘书哦，帮你处理搬家的事情。谁说我要搬家啊？比起这里哦，金倩，我觉得台北哦比较适合你。可是我手上还有没有做完的案子。什么案子啊？就是跟艺术杂志联合做 promo 的东西。你别忘了，基金会年底还要做台湾本土艺术家的甄选。你可以带去台北做啊。再说哦，那里的资源呢更多。可是你到底还有什么问题？我没有问题，但是起码你让我把艺术杂志的专栏介绍做完再去好吗？喂，于佳怡吗？我是黄小姐。你知道郭德平现在会在哪里？你找他有什么事哦？我再找时间跟你解释。于佳怡，除了文物馆、纪念馆，郭德平还会去哪里？啊？
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又还没答应你。不能等了，没时间了。哎，喂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让我帮你专访，我会马上消失，因为我就要去台北了。你还是不愿意吗？除了客家文化以外的事，我无可奉告。如果你不遵守我的游戏规则，那我只好中断你的采访。可是这是你的专访，客家文化只是你背景的一部。无所谓啦，只要你愿意，你给我什么我都写出来。你在笑什么？你还是转行当警察算了。如果每个警察都跟你一样有穷追不舍的精神，看来所有重大刑案我要用最短的时间去感受你感受的事物。美浓国小。我在这里的时候啊，很快乐。小天，哎，老师，哎呀，来，也过度，医生人嘅现场恐较多诶。不过这边确定可以恐较早当过下。应该冇问题啦，我已经想好样做诶。哦，咁安尼过好，咁速度较交医生呢，安尼交勤得多诶。那对啦，老师再见。好，那再见。走吧，我再带你到其他地方。这位阿公啊，他就是我们美浓锦村做传统蓝山呐国宝级师傅。那你等我一下啊。阿公，我可以帮你拍张相吗？阿公，多谢。等下。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还没有跟我说蓝山到底是什么？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还敢跟我说要感受我所感受到的？哎，你可不要小看我。走吧，我就带你到其他地方。WTO 开放啦，香烟啊也开放进口了。公卖局不买啊，我们也就不种了。不过啊，以前在美浓的有钱人啊，几乎都是种烟草的。光是靠这个烟楼啊，就不知养出多少博士。还有啊，每年一到这个晒烟草的时候啊，几乎是全镇动员呢。现在在美国吗？为什么你没有跟他一起？这就是美浓的名胜之一——广善堂。我不懂哎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？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去面对我不想面对的事情呢？我只是一个外人，你干嘛自以为是的跑来这个地方，把我好不容易恢复平静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？阿娇啊，我同样落到诶。点点打开一个天窗，雨落雨，
你我较甜的。